注入咗稀土光學鍍膜，行星式鍍膜工藝確保極致嘅光學均勻度。畫面由邊到邊都係咁晶瑩剔透，冇色散，絕不妥協，真正像素級嘅清晰度。採用 Pixel Lock 技術，達至完美嘅像素對齊。由專利 EBL 演算法驅動，將黑暗升華為深邃嘅細節。原生6000:1比度，配備進階7階光圈控制。RGB 三色鐳射光源帶嚟更豐富嘅色彩同更細膩嘅畫面，就算放大到200吋，畫質都完全冇犧牲。行業首創 3D 同 2D 抗彩虹效應技術，消除高達99.99% 彩虹效應，自動低延遲模式提供即時的流暢反應，可變更新率帶嚟極致流暢嘅遊戲體驗，延遲只需1毫秒。無縫嘅性能表現，毫無間斷嘅沉浸式體驗，支援 Dolby Vision 遊戲，呈現栩栩如生嘅真實感。喺極致嘅黑暗之中，只有真正嘅光芒先可以劃破夜空。全新一代超短頭鐳射電視正式顛覆你對家庭影院嘅想像，實現像素級嘅精準對齊。每一隻色彩都係對真實世界嘅極致還原。由絲滑流動嘅光影到高飽和度嘅視覺衝擊，帶俾你全方位沉浸式嘅感官享受。流暢嘅線條，極致嘅動態，無論係巨幕上面嘅裙擺飛揚，定係暗位細節嘅絲毫不現，震撼就在眼前。採用精密研磨嘅藍寶石玻璃，結合稀土光學鍍膜，確保界面由邊緣到邊緣都清晰銳利。完美畫面源自頂尖光學工藝，核心科技一 Pixel Lock 長數級光學鏡頭，內線 System 2即時動態控光，來自專利 EBL 演算法，將黑暗轉化為深邃嘅細節。高達6000:1嘅原生對比度，令黑夜更順水，層次更分明。極致嘅臨場感，好似啲喪屍真係喺你身邊一樣。支援以下新世代格式，配備全方位高端接口，完美兼容次世代主機，由高階電競到極致私家影院，點亮你嘅高端娛樂生活。